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啊，是啥物好消息啦？老师讲吼，你毋是参加白囝呢，这是好消息啊！你莫再把黑白讲吼，你若搁黑白讲吼，我就不爱插你啊！真正是的啦，昨有足侪人去阮遐，我有偷听到啊！你若搁黑白讲，我就不爱插你啊啦！明亮，你若是毋相信吼，你再转去问你阿爸。你搁黑白讲吼！其实，哇，是你哦，遐够早哈！哎呦，昨一点才姜母鸭吼，你也无摕转来啦，我特别甲糖烧，甲你送过来。哎呦，那就麻烦了，你留喺遮，我遐客气要创啥？哎呦，啊你寒着啊是毋？无啦，老毛病啦，身体愈来愈歹。啊，有食药无？有哦，咱嘛明良吼去买药我食。哎呀，讲到明良啊吼，哎呦，时间过了有够紧啦。这万年吼，12年啊呢。这囡仔嘛真乖巧，啊厝内面的代志吼，拢会甲伊斗相共。对啦，咱饲囡仔总是有一个愿望，啊明良讲起来吼，啊真受教。对啦对啦，真受教啦。啊，哎，天哥，啊你会记讲12年前，啊你捡这明良来饲的代志无？啊你无代无志讲要创啥？啊，无啦，啊，我是想讲吼，万一这个明娘因生病，来要甲带转来咧，哪有可能？啊，太无可能。到位啊啦！啊，这个囡仔住伫遮哦。对啊，是迄开干妈店阿姨即马甲我讲的。秀霞，你谁人要安尼做？谁人要替我找囡仔？我当然嘛是为了死家，而且我嘛要你知影讲，我毋是种自私的查某人。是啦，兄，这回要来找恁囝的代志吼，嘛是阿嫂提起的呢。我咱即马吼，紧来去甲看卖咧。来，我来，紧来。什么啊？你讲这个囡仔住伫遮哦，啊，毋着足可怜的。偌可怜啊！亏所在你就莫来嘛。我先生，你听我解释。别讲啦，你都甲等伊啦。会啥？唔等伊哦。哎呦，慢你等伊哦。啊！你唔等伊哦。是讲哦，你个老先生性地也挺歹，囡仔好饲，我实在袂放心。无啦，咱天爸个性吼，毋是安尼啦。啊，你嘛退休看卖，啊，等因爸仔囝吼斗阵10几年，啊，忽然间你要甲囡仔带走，伊当然嘛掠狂啊。阿姨姐嘛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转达者，只要伊肯甲囡仔生活，什么条件我拢会答应。而且以后吼，我会互囡仔常常倒来看伊。对啦，但阮后年时阵完完全全拢是为了囡仔好啊。啊，迄种啊，阮阿妈拢遮尔老啊，啊，伊常来一个吼，人就无爽快。今仔日吼，若毋是阮家走动，伊嘛是一定要来的。我知影啦，是讲吼，啊，这个代志嘛爱快快讲，啊嘛着要添加吼一个心理准备啊。啊，若既然哦，伊遮尔啊坚持啊，咱要带囡仔回去后，我看是无希望。明阳啊吼，明仔载就毕业典礼啦，啊我看等典礼完了后吼，啊咱再好好想尽办法来解决啦。毕业典礼。阿爸，你搁咧啉酒哦？哎呦，你转来就转来，你大细声咧创啥个啦？阿爸，有一寡啊，拢做你田里去啦。嘿啊，也有紧，较早赶转来就好啊。明阳啊，啊你老爸咧？阮阿爸伫咧内底啉烧酒。哦。哎，我嘛要去。哎，哈，这查某囡仔吼，较细腻咧哈。嘿，哎呦，忝到，啊你酒搁啉袂落去是毋？人要甲带走对无？啊你安尼顾啉酒吼，
志是毋？好啊啦，莫啉啊啦，啊明仔代志较要紧啦。我要紧。红幼幼，咱甲捏到这大汉，人话要带走就带走，安尼敢有天理上？听到。啊，照这言情义理来讲吼，我是无应该讲叫你囡仔互因带走啦。要毋过，你敢有考虑一些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毋捌去咬着啦。啊，当这我嘛知，我是讲吼，你敢有想着讲要互明良将来较出脱咧？这，听到啊！你想看卖咧？你来听这囡仔吼，你敢希望讲伊也甲你同款一世人要饲鸭是毋？你会记得吼，较早一场批望，人安尼甲你拜托讲吼，叫你着好好栽培因后生，啊，将来快会当做一个有气魄、有出代查甫人吼。我还读册啊，我是中学、大学拢有读啊。中学、大学，这都要开偌济钱呢？啊，你环境敢会堪的？佮再讲吼，人伊的生爸是一个医生呢，医学博士哦，啊，你是要摕啥甲人比啦？你若莫讲，明雄就唔知啊。啊，这鸭卵啊，较慢嘛是有香哦，就算讲你无知影啦，将来有一天啊，伊嘛是会知影，到时啊，会混你一世人，我来讲。听到啊，啊人死干嘛讲呢？你囡仔互抱转去，啊人嘛袂死你的了。喂，你是安讲还是袂安讲？这讲是要安怎讲啦？小查某，你嘛小查某，你臭查某啦，无人会啦，拢甲你斗相处，你干嘛？喂，你当去啦，莫踮咧口水啦。你小查某，你小查某，什么啦？是咧创啥？阿母，你嘛我小查某啦。阿爸，你妈妈还无人会啦，先哭就先赢。无啊，啊你两个是食饱伤为心，啊明仔载要毕业啊，搁还毋捌代志。行啦，来转啦。明良啊，阿爸，是的啦，我甲人骂。啊，咱骂就骂过啊，后摆卖到，你明仔载就毕业安尼？嘿啦，阿爸，你明仔载一定爱来哦。这，阿嬷要紧无？无要紧啦，一切拢正常啦。阿妈，你爱休困，唔好出去外口行打，吼。对啦，细明啊，我听伊讲，小姐迄囡仔找着，你哪无甲带倒来啦？阿妈，你莫烦恼啦，搁过几工啊吼，你干那孙就倒转来啊。我甲恁讲，无论咱哪吼爱开偌济钱，一定爱带迄个囡仔倒来归家。阮知啦，你毋免烦恼，细明嘛知爱安尼去做。假使因养爸啊吼，若真是毋答应，我甲规吼，我甘愿啦。阿妈，无遐尼严重啦。受够作业，咱家己的囝孙仔踮咧外口弄榴莲。阿妈，你莫烦恼啦。啊，较早咱是毋知影这个囡仔伫倒位啊。啊，即阵既然知影吼，咱一定会想办法带回来，对吧？对啦，迄囡仔有做啥物名？甲细明有亲像无？迄囡仔叫明良啦，迄面膜吼，甲细明足亲像的呢。有呀，哎呦，细明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爱叫他带倒来哦。阿妈，我会啦，只要吼伊的养爸若答应，我就随甲带倒来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是我们毕业的日子。明良啊，你安尼细细念是咧念啥嘿？阿爸，我在练习演讲啊。练习演讲。系啊。好，好，先入来食饭啊。啊，毋过我未背好呢。哦，安尼要背吼，食好才背啦。啊，我讲明良，你要毕业啊吼？阿爸送你奖励物，看你较爱啥？你讲。阿爸，我啥物拢无爱啦，我上爱哦，就是你明仔载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啦。这阿爸是真想要去啦，
啊，不过你也唔是唔知，阿爸规身躯全臭鸭屎味啊！阿爸，不要紧啦，搁换一束清气就好啊啦。啊，你也唔是唔知，阿爸的衫骨较换嘛是安尼尔。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无想要去对无？啊，不过阮的同学家己拢要去呢。各位贵宾，各位同学，人生分为很多的阶段，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学习，一个阶段的结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。我希望所有应届的毕业同学都能够好好的把握现在，开创未来。现在我来宣布成绩优异的同学上来领奖。一位同学是廖琼兰同学，另外一位是吴明图同学，两位请出列。校长、各位来宾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今天是令我们难忘的日子。过了今天，我们就要离开了这间学校。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教导我们的师长，以及平时互相鼓励的同学。本来我还阁有真侪演讲事还未讲，不过，紧讲啊，紧讲啊！我忽然感受到阮阿爸，所以我决定要讲句我心内话。我有邀请阮阿爸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，不过。当来，伊并不是无关心我，因为伊想无闲。自细汉到即马，阮阿爸逐工爱煮饭、爱饲啊、爱洗衫、爱扫涂骹。我若要斗骹手，阮阿爸就叫我认真读册。一天错风台，所有的仔拢雨水流去，阮阿爸就甲我抱去阿姨浸。了，伊就家己去找啊。不过伊家己找着到这，伊家己嘛感冒，到即马半暝啊，伊拢会扛脚上。阿爸有甲我讲过，天公疼憨人，敢若剩到一个好运，就是要互阮认真打拼，真紧就会变做910只、900只、9000只。到时阵阮兜就有钱，互我读大学。今仔日的毕业典礼，我真正希望阮阿爸会当来，不过伊无来，我嘛袂免怪伊，因为我知影，阮阿爸的心内真正想要来。冰凉，你莫伤心，你阿爸有来啊！你看，你真正阿爸都伫遮啊！是啊，我自头到尾拢伫咧遮，我就是你的真正阿爸。你后袂讲啦？我无白讲，可是你也唔相信吼？你问阿姨姐嘛，伊已经做证明哦。哎，各位贵宾啊，今麦长期毕业典礼吼，事事莫伫遐讲好。冰凉，冰凉，
个亲戚老爸啦。你莫那么袂讲好无？阮阿爸是5点到啦。林明亮，阮真正是无骗你啦。你若唔相信，无你转去问吴先生，你问伊什么人才是你亲戚老爸？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专门拐囡仔去卖的啦，我才袂互你骗去。你看阮这行，敢唔是咧拐囡仔？就算讲阮要拐，是咱无去拐别人，专门要拐你啊！莫搁讲啊啦，非恁讲啥，我拢唔相信啦。明哦，店内就还未结束，你袂使走啦。老师，是的啦。明亮，实在是，处理这件代志袂用勉强，就算讲你要带伊转去，嘛要经过因幼辈同意才会用的。一直有咧安尼做啊，实在是真歹势吼。拄才伫典礼上，阮实在有缺失的啦。啊，毋过，切着体谅阮先生伊。是啦，我12年才看到我的亲生骨肉，莫怪吼我会冲动啦。老师，请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情。也毋过，你有受过，就算讲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对一个囡仔来讲，压力是毋是上大？黄老师，那以阮的条件，阮会当互囡仔食较好的环境。安尼你嘛了解，囡仔若想带倒转去，对伊来讲，只是有好无歹啊。这点我是同意的，也毋过处理代志，上好是合情合理，照步来，安尼才会圆满，敢毋是？黄老师，今仔无这件代志，就麻烦你到3工，若是当圆满吼，阮人仔某绝对好好甲你答谢。小姐，素琴，阮阿兄有伫个无？因去参加正式毕业典礼。哟，啊，我都袂记诶，准是嘛12岁啊呢。素琴，我若无记毋对，迄个才嘛12年啊吼。头家收留我已经12年啊，伊若无收留我，我即马毋知要安怎。当年阮阿兄是伫咧河边救着你啦，是讲时间遮尔啊久啊，你对较早的代志，敢讲一点仔都想袂起来？过去的代志，我拢想袂起来，连我家己到底号做啥物名，我都毋知影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偌济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飘。我拢想袂起来，连我家己到底号做啥物名，我都毋知影。对啊，阮阿兄毋知甲你号一个叫素琴。无要紧啦，无人工吼，我再带你来病院检查啦吼。阿哥，你看，我的奖品呢？哎呦，足够的呢！啊，阿公嘛应该送你毕业礼物呢。你想看卖？你要伫啥？你甲阿哥讲。我要阿哥带我出国去耍。好，等阿公若是较闲的时阵吼，我一定带你去日本佚佗。做去嘛，麻烦你带春生去换一下衫嘞，欢迎啊嘛，要传出来食饭。好，最先行来换衫。阿兄，我有代志吼，要甲你参详。我这当下有代志要问你咧。听讲这谢明要去找以前生迄个囡仔倒转来，是提出意见，那是为虾米？我家己袂生，伫咧情理上我是真正吃亏。我毋知想讲要以退为进，假使讲这个囡仔会当甲我共心，那安尼对我来讲是有好无歹。颠倒世界的人，我会感激我呢。安尼是不是真好啦？要不你想过无？假使讲这囡仔带倒转来了，那我就甲你共心。哎呀，看事办事嘛，而且我相信我迄个能力是有囡仔的心哦。是啊，到秀下吼，遮尔啊欠卡，连你家己的小妹仔你都无了解。啊，你有啥代志要找我参详？迄囡仔找到啦，啊，毋过伊幼爸毋放人啊。对方是咧做啥？伫溪边饲鸭啊。那边咧饲鸭。